咱各位现场甲线上的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起立，咱来学乐敬拜咱的主。上帝的囝用听来包围你，为伊平安甲咱三同在。咱用这首诗歌来到主面前。上帝的囝要用伊诚实，甲伊听来包围你，伊要充满你的心，予你满足。伊要担当你一切苦路，受赐平安的诚实，降临伫你生命中，予你完全。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哦，大声欢呼唱歌乐，你的心充满喜乐，也去享受甘愿顺服伊的名。将你的忧伤抱进心灵，通过你的道义，你通我可以的名，真正永生。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搁一遍来讲，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啊，这咱做伙来感恩祈祷，来到主的面前，咱用主的话安尼做伙来宣告讲：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求阮的上帝啊，求你互阮倒转，煞你阮的受气。啊！你即摆咱做来学乐感谢咱的主，伊是创造万物的主，伊是管理万项有的主，伊是伫正神明顶面的主，所以伊堪伫咱伫遮来学乐敬拜哦。所以咱会通学乐讲，主啊，你是正神明顶面，所有拢是你的管理。咱也认罪悔改来到主面前，求圣神来感动咱，离开这个上帝所无欢喜的歹啊，咱来煞伊的受气。咱开声来祈祷，咱恳求上帝来施恩所伫咱的中间，咱开声来祈祷。啊，你主，阮学乐感谢你，阮会通伫遮学乐来敬拜。愿主你施恩所伫阮的生命内底，阮来学乐你，感谢你，因为你是万项有的主，你管理万项有，愿主你来帮助。
你别上帝，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你统管万项有，你赐性命馈死予阮。阮的性命在伫你，毋茫在伫你，阮的快乐嘛在伫你。愿主你来施恩所伫阮的性命中间帮助阮。那做你无欢喜的，互阮活倒转来归向你，煞你的生气伫阮的心上，也阮会通继续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愿主你听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免。也这请坐。咱若要为着请坐，好，请坐。为着咱的需要求主来医治讨棒。咱用主的话做来讲，我的神啊，你着静静全有听候上帝，因为我毋茫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是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摇动，我的拯救，我的眼光在伫上帝。我的快乐的石盘，我的闪避的所在也在伫上帝。我的快乐，我的石盘，我闪避的所在，拢是在伫这位上帝吼。所以咱会通伫遮所有的拢在伫上帝。咱来祈祷恳求主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掌权，伫心灵顶面来做主，也伫咱的婚姻、感情、产业。甲咱的事业工作，疫情嘛会受到影响，求主来帮助吼，互咱囡仔伫读册，孙仔伫读册，即马到伫遮个学校，咱恳求上帝甲咱三甲同在，甲咱的孙仔三甲同在吼，为头一遍入去学校吼，要安怎伫遐来适应吼，这拢是需要。还有咱甲人、甲厝的人的关系，甲朋友的关系，咱恳求上帝来施恩。咱若中间若有需要带倒的，请咱会当原地徛起，也是讲你手欢咧吼，伫你的心思意念各方面吼，主啊，你来医治我、帮助我，你来安慰我，赏赐我有这个平安，甲阮三个同在。咱开声来祈祷，恳求上帝的医治、供应、引带，赐予平安，甲咱三个同在。开声来祈祷。主阮奉你的名，恳求你施恩赐福，帮助阮，会当经历你的恩典，你的施恩赐福伫阮的中间。主阮奉你的名，恳求你互阮会当有勇健身躯，医治照顾供应阮，互阮出去主你的平安，甲阮三个同在。主啊，阮知影你是平安的主，平安的上帝，所以阮甲阮三个弟弟。主，阮学了感谢你，你是赏赐平安的主。伫这世代充满惊吓不安，伫疫情好亲像伫四周围，他亲像吼会使想要吞食阮的事。主啊，阮恳求你来帮助阮，因为你伸手来保护阮，所以阮有闪避这个危险，这个惊吓。愿主你来祝福，也继续来施恩。伫阮的中间欠缺的，你得到补足，互阮伫病痛的得到医治，互阮行毋知要怎行的路，你为着阮备办恩典的道路，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若要为着今仔日礼拜无论伫线上的兄弟又会当用敬虔的心做伙来礼拜，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我伫苦难中祈求耶和华，对我的上帝求救，伊对伊的殿内听我的声，我伫伊的面前所求的，入伫伊的耳孔。我伫伊的面前所求的，要入伫伊的耳孔。祈祷讲主啊，我的祈祷是会通入伫你的耳孔吼。所以咱为着咱牧者中一团队来祈祷吼。伫这个不断的变化、调整的中间，相信或者团队中一团队有智慧，会当帮助兄弟姊妹在灵修听迦南之声，也是这个灵修的时阵，会通真理来帮助咱得到自由。互咱伫人数限制中间，伫迄个疫情有就侪限制小组也是礼拜当时有缘会通伫遮透过线上实体做伙来牧养
今仔日嘛有浩峰吼，甲有咱的静文姐妹吼，因要洗礼甲信仰告别，咱念伊为来祝福来祈祷。上帝透过咱的全人性命教育协会，诚做教会对社区的窗仔口吼，互咱会当透过活动将福利享受互人，然后将福音传递因的心内。咱恳求上帝来使用，毋是干做福利、做这个事工，嘛要透过福音，互因会当得到，这是咱上尾要紧的目的。咱起立，咱做伙徛起来，咱伫遮来祈祷，咱恳求上帝来使用咱每一个人，成做伊恩典的出口。祈祷，咱开声来祈祷。来，你主，阮学了感谢你，主啊，互阮虽然是有限制。但是你有缘，成做阮的出口帮站，互阮会通伫这个世代有限制中间，阮无被取代，阮有缘伫阮的需要顶面得到各种用，阮有缘伫福音的中间无受阻挡。愿主你兴起你的教会伫这个社区城市，成做光，成做盐，也互你的教会来将你福音。透过福利，会通伫遮来帮助人认捌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主，阮感谢你，你是祝福的源头，你也爱呼召你的教会，成做伫这个世代愿所接触的人一个祝福的管道。主啊，你先大声互阮恩典，帮助阮透过信仰的认捌，互真理叫阮的性命得到改变，也互阮所透过阮的性命来影响阮四周围的人，兴起你的教会，成做这个世代光，照光伫遐黑暗的中间，也透过福音的开阔，互人得到恩典，也通来孝顺主，你安怎伫生命中来做奇妙的事。听阮伫你面前恳求，阮即时也要做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梦，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互恁伫我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独恁通放心。我已经克赢世间，你无得惊吓，因为我甲你三角地地，无得沦落，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的确坚固你，我的确帮助你，我的确要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亲爱现场甲线上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上帝恩是白白恩典，唔免付出代价恩典。信就是愿意接受，咱就会通得到恩典。感谢主的恩典，为咱有比实价救恩。恳求爸带领，使予咱有信心，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的恩典，互伊恩典荣光来得到荣耀。上帝要照伊荣光的富裕大大来创造咱一切所欠缺的。这时，咱要来做伙来做伙学乐咱的主，恩典白白予人。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千做义。伊若嘴内信因你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千做义。伊若嘴内信因你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
电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义，伊若嘴来承认你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义，伊若嘴来承认你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义。嘴来承认你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义。伊若嘴来承认你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义。伊若嘴来承认你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义。伊若嘴来承认你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真爱兄弟，丰盛无限的恩典，对打到永远拢是对耶和华来的。我心要学乐耶和华，继续学乐咱的主。我心要学乐耶和华，因为时阵拢陪伴我，不管出日落雨，也是忧伤快乐，伊拢照顾我无离。我要大声唱歌，学乐感谢，伊大救恩会临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受赐予我答案到夜。我心要学乐耶和华，伊陪我跳舞甲唱歌，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我心要学乐耶和华，因为时阵拢陪伴我，不管出日落雨，也是忧伤快乐，伊拢照顾我无离。我要大声唱歌，学乐感谢，伊大救恩要临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受赐予我答案到夜。我心要学乐耶和华，伊陪我跳舞甲唱歌，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我要学乐耶和华，我心要学乐耶和华，因为时阵拢陪伴我，不管出日落雨，也是忧伤快乐，伊拢照顾我无离。阿门。我要大声唱歌，学乐感谢，伊大救恩要临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受赐予我答案到夜。我心要学乐耶和华，伊陪我跳舞甲唱歌，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我要大声唱歌，学乐感谢，伊大救恩要临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受赐予我答案到夜。我心要学乐耶
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哈利路亚！咩？啊，这请坐。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打了一个大权能者，亲像你耶和华，你的信息伫你的四围。啊，这咱就是咱来三家阿头来祈祷，来恳求爸上帝来帮助阮。伊要上帝，阮要全心全意来信靠你，求你只是引带阮，行伫你以爱阮行的道路。求你的恩惠、慈悲，永远无改变的疼来饶赦阮所犯的罪过，怜悯阮，救阮脱离一切的患难。求你来保护阮，拯救阮，因为阮寻求你的庇护，愿阮的诚实正直来保全阮，因为阮要仰望你。万军的耶和华，多一位君王亲像你，你的信息伫你的思维，看见你的见笑无比。万军的耶和华，多一位是阮亲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敬畏你的欢喜敬拜。大罪患难的时刻，你的宝座顶做王，不管风雨向我打来，想你的人拢无挂碍，世就动乱的时刻，你的宝座顶掌管，你的只手举管的全力，想你的人念你心内。万军的耶和华，多一位君王亲像你，你的信息伫你的思维，看见你的见笑无比。万军的耶和华，多一位是阮亲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敬畏你的欢喜敬拜。大罪患难的时刻，你的宝座顶做王，不管风雨向我打来，想你的人拢无挂碍，世就动乱的时刻，你的宝座顶掌管，你的只手举管的全力，想你的人念你心内。大罪患难的时刻，你的宝座顶做王，不管风雨向我打来，想你的人拢无挂碍，世就动乱的时刻，你的宝座顶掌管，你的只手举管的全力，想你的人念你心内，你的只
圣手也早伫全地，所属你的人，拢伫你所行的安全的内底。检测伫迄款的危急的中间，你有缘怜悯，你有缘看顾。主伫即个世代，侪侪才会动乱；伫疫情的时代，侪侪才会不安甲惊吓。总是主，你有缘掌权，你互阮知，伫即个世代，万行有拢是伫你的列里下面。恳求你继续引带阮行伫主你的道路，互阮无因为这个环境所来变化变动，偏左也是偏右。愿主继续是阮，互阮主神伫你的成就，帮助阮伫敬拜内底，用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用你的话来，互阮的心情搁再活起来，互阮伫迄个实际中搁敢加添阮的信心。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大家平安。咱毋知有头一遍来伫咱中间做来做礼拜兄弟也无？来，后顶这位姊妹吼，贵姓呢？哦，叶淑珍吼，咱拍拍甲伊欢迎吼。啊，请坐，伫楼顶吼。好，请坐吼。还佫有一位甘淑琪姊妹，简淑琪姐妹。后面吼，请你站起来吼，现在加个咱甲伊欢迎吼。楼骹嘛佫一位吼，咱的伫即个场楼骹佫一位吼 ，OK。好，佫有其他的无？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吼，周报的消息。疫情的关系吼，还有一寡只的限制吼，但是咱有超前部署啦吼，咱有超前的准备所以咱的规栋的聚会是伫100人以内吼，咱有对桃园市政府来申请。要参加实体礼拜的兄弟吼，请咱甲咱的小组长登记吼。未参加实体礼拜的兄弟吼，咱也参与伫线上这礼拜。咱伫第4页吼，有相关这个聚会时间吼，有开放的时间等等吼，请咱按照这个时间伫遮来参加。拜三嘛有实体的祈祷会甲线上的直播。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可能咱拢要按照这个号码坐啦吼，有一寡不便的所在吼，请咱体谅吼。咱念咪吼，念咪咱的圣餐了吼，请咱也有缘将咱所啉食的这个吼粪扫会通摕到外口伫遐吼，来等伫迄个外口准备的粪扫桶吼。咱有一寡只的聚会啦，像讲双年大学吼，到底有要开课无吼？对这礼拜开始吼，咱有这个班次陆续来进行因为拢是较小班次吼。会当挂喙暗的才有开课啦吼，若爱脱口罩的安尼吼，就无开安尼吼，所以咱会做一寡只的防避的措施，请咱注意吼。今仔日也真欢喜有这成人洗礼吼，浩峰吼，也是佐佐妇姊妹的第3后生吼，佫有咱的张静文姐妹吼，张静文姊妹吼，伊信仰个别吼，对外教派认同咱的教会加入这个大家庭吼，咱来欢迎因念伊因也要伫这个礼典的中间吼来洗浴。咱教会线上的奉献的系统已经建立好势，网站嘛咧陆续伫遮咧建立吼。伫咱的第3页就这个要安怎奉献佫较方便，嘛会通直接甲国税局连线。以后你若要报税，就通直接吼，你毋免阁摕这纸本吼。
咱若用转销还是汇款奉献吼，另外咱爱敲电话来吼。啊，即马咱有做这个，如果你若会通拿去学习吼，啊若无习惯啊，咱有愿通伫实体遮来做奉献。啊，所以你若有扫描这 QR code， 你就通直接入去伫即个网页，吼，啊有要献感恩的生日的啥物等等，啊上少100块啦，因为你若50块啊，敢若扣一寡手续费就无出无偌济，所以咱的顶悬来讲啊，上少100块以上安尼吼，啊所以伫咧中间你会通家己来记吼，啊透过遮个方式吼，也是去。超商转销拢会使吼，所以咱即摆安尼见地好势感谢咱听主的兄弟吼奉献这个金钱，诚做这个网络宣教，而且咱见地这个方式吼方法的一个奉献，咱感谢吼咱会通伫第一次使用系统的时阵，请注册，诚做这个高南教会网站的会员。以后奉献就会通，你到直接就会通伫遮甲国税局连线。你随时要查讲你的奉献的记录也是讲要下载，你要学这奉献证明、电子这个证明吼，拢会使吼。若无明白的，当甲张玉主任咱的主任干事，也是咱的贵价来接合。咱拜三有这个线上人际关系沟通艺术这徐永正老师真有讲咱会通记这个号码会议代码你也记起来，你用 Google Meet， 你伫10点半，你就会通参加伫这个线上的讲座目前这是免费的好，咱也恭喜咱本会要。贵真姊妹甲贵慧芬姊妹因伫女子神学院毕业神学研究科甲圣经科啦这是甲拜咱平时伫咱的教会嘛有这女子神学院的课程安尼。后来9月有生日的无？9月受请，若是9月，请你徛起来。有啦来，咱给人祝福唱生日快乐歌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拍拍甲因祝福来。咱三甲来祈祷，咱为着因来祝福主啊，生命在伫你，毋望在伫你，困难嘛在伫你，福气一切拢是对你来。奉你名来祝福这个9月受请的兄弟，互因的生命领受你丰富的恩典，也通成做你祝福人的管道。祝福因心灵勇行，灵魂体形成，所做行通顺利。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咱伫祈祷的中间来纪念咱第6组的心阿梅姊妹长下晡有车祸啦这边仔骨断3支即马伫布头大院中间，所以咱伫祈祷的中间来纪念。来为着伊来祈祷，互伊通真紧来恢复所以咱出入游园，咱爱记哩，咱祈祷上帝啊，我出我入，求你的平安，甲我三个同在。会记哩连面牧师的讲道嘛会讲到一寡遮的问题啦好，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来，做伙来。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小信的人。请事摇移，马太福音14章31节，搁一遍来。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小信的人，请事摇移。马太福音14章31节，
咱准备先来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是头一遍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你唔免勉强奉献。你用感恩祈祷来表达你对上帝的感恩。咱用这首诗歌来表达咱对上帝感恩。奉献感恩的心归地，至圣的天父，伊有受死都是惊，主耶稣。主耶稣基督做起，这是软弱的正最勇壮，怂恿的正最不，拢因为主已经最强大事。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要来感谢你，感谢你会带领阮平安来到圣殿来敬拜你。愿你的国降临在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因为你的同在得到满满的祝福。这时，阮奉献阮的时间、金钱、才能，诚做你圣工的所用，求你欢喜感觉。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落进前比出来，将上帝话成做你的帮赞，上帝话成做你的帮赞。弟兄姊妹，咱做来领受上帝话语中对咱的帮赞。记载伫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卷，马太福音14章，咱要对28节来看到32节。马太福音14章。28节到32节，邀请咱现场甲线上兄弟，咱做伙来读上帝话，做伙来。彼得应伊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伊讲：来，彼得就对船里落去，行水面要就近耶稣。总是看见风就惊。得要沉落去，就嗷叫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小信的人，啥事摇疑？因上船，风就定；因上船，风就定。踏出信心的脚步，需要有信心。当你看见这环境所带来的，而且危险的时阵，检测会互你忍耐。即马咱知影讲9月初1吼，计真长的暑假，有真侪这头一遍入去学校读册的囡仔吼，还有小桃子嘛吼，阁有咱看家长比这囡仔较紧张，若搞爬伫墙安尼，你知无？因为即马有限制，疫情的限制，所以呢。因袂当入去到伫即个校园，
所以只有会通将囡仔送到伫这校园的门口，然后有这老师，也是讲这高年级的学生来引导因入去吼。咱这简单的吼，你也看安尼头一面入去，安尼目屎强要流出来安尼吼，佮嘛有欢喜的，这纯正张来孙吼，佮嘛真欢喜吼。有的囡仔无共款，有的是惊毋知要怎踏出伊头一步吼。所以伫这 FB 顶悬就有真侪只个爸母因就铺一寡只甲囡仔对，也是讲来抒发因内心所想的吼。有一个安尼讲妈妈就安尼讲囡仔开学了有啥物代志发生无？这囡仔就讲迄个阳台吼，迄个栏杆吼，作烧啦吼，有人去用烫着安尼啦吼。妈妈就讲伤热啦吼，你有去用烫着无吼？囡仔就讲有我是头一个去用烧着安尼啦吼。然后我就甲其他人讲，因嘛来望看嘛安尼吼。结果安怎？咱就知影讲，遐有望的囡仔就去互烫着安尼吼。所以这是伫网络的中间吼，即个爸母因伫迄款的真实的过程中间来对话。兄姊妹，咱看囡仔因用真好奇的心毋捌行过路，来踏入伫迄个校园吼，所以有真侪检测伊足惊吓的啦吼。咱检测对毋捌做过的代志吼，咱的心中嘛会惊吼。有人像佢咧讲惊安怎袂着顶啦吼。所以今仔日咱伫圣经的内底，咱嘛有看一段真实的故事。伫迄个中间，这一群的学生，因安那面对四周围的风影。伫7月初第一个礼拜吼，牧师咧甲咱分享讲意外旅程，我毋知咱亲像这风影怎拢袂记啊无啦吼。这段圣经是咧讲咱今仔要看的圣经的头前吼，伫这个14章的22节到27节。所以伫遮，咱看今仔日彼得，伊要踏出即个脚步，有简单无？开玩笑，如果是你敢会安尼？你可能无法度，我嘛是安怎？我无咧讲着吼。迄个海涌哗哗吼，我哪有可能讲踏出迄个中间？虽然我姓游，会晓游泳，但是我嘛无迄个勇气啦吼。即个彼得伊是一个。讨海人，检测伊做到游泳吼，但是咱连来看伊面对迄款的情景的时阵吼，伊安怎踏出迄个脚步？但是后来环境是毋是有啥物款的影响吼？环境对咱来讲有是毋是造成对咱的一寡只累积，也是讲艰苦吼？咱伫3级的境界降到第2级了后，检测有人开始就出来行吼。咱看进前的。一寡只旅游，哇！大家都开始哪像安怎物价真正真正郁卒啦吼，悬到强要安怎，强要生菇臭腐安尼吼，所以大家都拢拼出来。但是一方面咱嘛袂使放松吼。昨我毋知咱偌济人收到这个简讯啦吼，我讲你甲迄个确诊者吼，有迄个你行过骹只可能有重叠啦吼。所以伫遮咱检测咱会。惊吓烦恼，你想讲我倒也无畏遐过，有啦，我开车畏遐过，安尼嘛是甲你传啦吼。所以有真济里长就讲迄你若无安怎，你就莫插伊安尼吼。你随时注意你家己身躯的状况吼。今仔日咱是毋是有信心来踏出咱的房间门，踏出咱厝的门啦吼？我看像长老昨个吼，昨个来安尼吼，来甲教会吼。90外岁真甘心啦吼，伊拢无咧惊安尼啦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要安怎有信心，才通踏出你的脚步然后进入到伫这校园，这囡仔嘛是要有信心的。有当时囡仔甲你念条条的时阵，随便放你的时阵，我想咱后囡仔拢有迄款的经验对无？过去囡仔细汉送去幼稚园，然后要读册时阵。你就慢慢逃走啦，
啊，伫遐边仔看有哭无安尼吼。所以遮囡仔因头一遍行出因学习的脚步。进入到咧校，毋知要发生啥物代志，要拄着啥物款的老师，要接触到啥物款的即个同学，拢毋知。总是伊也用信心去面对。今日咱踏出脚步，进入到你的职场、你的办公室，进入到你社区，你进入到你教会，咱拢需要安怎？咱拢需要有信心啦吼。听讲昨收到简讯，所以有真侪就开始我本来有登记我无要来安尼啦吼，所以嘛加减有影响。所以兄弟姊妹，不管安怎吼，咱拢用信心来面对咱所面对的遮苦难也好，也是讲挑战吼。今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咱要来了解讲耶稣对每一个人，到底互你伫人生的顺境甲逆境中间，对咱有啥物款的心意？透过这件事，像我拄这车祸变骨断3支，到底透过安尼是要对咱来提起啥物，讲啥物款的话，是要透过你我的安慰来帮助伊，为伊祈祷，互伊通赶紧伫遮勇行起来。拄我嘛为着咱姊妹伊过来要开刀啦吼，巴肚有咱的秀恩姐啦吼，咱嘛为伊祈祷，有一寡遮的瘤啦吼，所以咱也为伊祈祷。伫迄困难中间，毋通家己担哦。上帝透过咱互相的祈祷，互你行出伫你的艰苦、你的困境哦。你若家己伫遐屈掉的吼，我讲你的个艰苦会个愈来愈加添哦。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这段圣经，拄我有讲，接续伫14章22节到27节，学生伫耶稣甲因讲恁赶紧去到伫兑换，所以伫顶一段的经文，甲咱讲啥？讲因着过船要渡过即个加利利海，要过到另外迄边海岸。结果咧，耶稣你无讲无代志，你吩咐阮为遐过，结果互阮对下晡。到日半暝，伫遐过袂停。你知影加利利海常常有迄个波头风，因为伊隔海平面加利利海我有去5遍啦吼，所以伫迄中间无啥物代志就无啥物代志。突然迄个温差温度的温差的差别，就会引起伫迄个风影吼。所以因伫迄中间就拄着超过10几点钟，迄款的拍拼吼，总是安怎？因伫迄中间游园真辛苦，强要无命。伫迄个半暝中间，突然因看到一个影，然后行为因来，因心肝着惊，讲啥？鬼啦吼！然后一般人讲这啥物妖魔鬼怪，所以因搁咧辛苦，搁咧惊，结果安尼看到迄一个影来讲这魔神安尼啦，所以颠倒着惊。这个时阵，耶稣甲因讲啥？放心，是我安怎？毋免惊。搁一遍放心，是我，毋免惊。耶稣开喙啊，但是可能伫迄个环境的中间咱永远听袂清楚。主若是你，彼得就讲主若是你。甲台语讲，果然是你的话伫迄中间，解经学家讲彼得伊直接讲这个过程是充满无啥信心啦耶稣就讲是我恁放心，是我，毋免惊。但是伊讲主，敢是你所以伫迄个风影中间会影响咱的判断，影响咱对主上帝的信心啦有当时咱会想讲彼得伊安尼要求，感觉真奇怪咧彼得要求讲，若是你，互我对船行，因为伫水面，然后行伫你的所在。若是我袂安尼求啦，我就要空砍刀，对无？搁要好神致敬，永确安怎？砍头砍面，对无所以伫遮咱看讲你毋知影你咧求啥物？你的祈祷你也真细腻你到底知影你咧求啥物无？总是耶稣讲啥？来你来。耶稣嘛用阮伊看耶稣行伫水面，伊嘛有样看样，对无？若无样安怎？家己想所以伫迄中间，
那换做是你，兄弟姊妹，你会安怎求？你安怎求？啊？主啊，你赶紧甲迄个风影甲点伊好毋好？因为已经过10几点钟啊，你知无？意思就是讲，你拄着这困难，可能有一段时间呐。是毋是你通对上帝求讲，上帝啊，拜托咧，你嘛互我会通经过即款的难关、即款的困难、迄款的病痛的中间，你要搁互我挡偌久？感谢你就讲，主啊，赶紧互这个风影伫遐煞。你嘛赶紧带阮到伫迄个对岸，因为阮伫即个过程中间，人生的风影足辛苦的。有当时啊，咱伫迄病痛中间足辛苦的。哦，做个咱的入职场咯，足艰苦的对无？哦，迄坐骨神经吼，迄有骨刺啊，哦，所以伫遮安怎行路都无方便，啊，佫爱照顾长老娘，所以咱特别为着咱的同仁祈祷吼。伫因感觉困难的时阵，哦，咱也知影，咱三体祈祷，哦，互伊感觉讲有你在替我祈祷，伊会感觉迄块上帝开力，甲伊三甲同在。所以兄弟姊妹，耶稣伫迄个中间，连伊对因讲：放心啦，是我，你毋免惊吼。彼得伫迄个会讲：你若是你，安尼我就做安尼，我行伫水面。耶稣甲伊回应讲：来啊！你来啊！解经学家伫遐讲，主若是你，有一个解释讲，彼得有迄款的无相信耶稣。有当时啊，咱伫这环境中间，咱对咱过去所认为耶稣，甲你现在伫迄个困难的，你会感受的耶稣无相款。主若是你，吼。但是有另外解经学家讲，伊不但是相信，伊搁安怎，搁要较深伫遮来认捌即个信仰。所以彼得伫福音书内底，常常互咱印象是：第一，伊真勇敢；第二安怎，伊真冲动、冲动，对无？刀啊杀来就是要安怎，撩人的耳啊，对无？哦，所以伫迄中间，检测有当时啊，对伊描写嘛，讲伊爱竞争。风神啊，出风头安尼吼，所以你要看对无共款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时，是无相款。但是咱看主，伊用话讲来啊，你来，你若敢开喙来。所以伫迄中间，真正的吼，咱看即款的过程中间，耶稣用阮伊来，所以彼得嘛安尼戆打吼，伫迄个做海涌哗哗好的中间，伊嘛真正安尼甲撩落啦吼。所以伫迄个中间，咱看讲行过毋捌行过路，回应迄个毋捌经过挑战，哦，检测对伊家己生命是一种的安怎成长，一寡的突破。这个囡仔共款哦，因要踏出第一步，入去到校园，头前会拄着啥物，好吧歹枪拢毋知，总是因爱凭着信心来踏。检测彼得的心内已经想。看见、耳孔听见耶稣讲：“来啊，你来！”所以伫迄中间，伊勇敢来踏出伊信心的脚步，行伫主的旨意啊！主耶稣，我行伫你的吩咐啊！但是无偌久，有当时啊，咱会感受讲：啊，我都明明安尼我靠你，但是为什么互我会拄着这病痛，拄着这个感情的、婚姻的，也是做这个，互我感觉艰苦失志的代志呢？咱信靠耶稣，伊无英文讲天色常蓝，毋是每一天拢是好天。检测有落雨时，有迄个风台时，但是伊英文讲，伫世上有苦难，但是伫我安怎有平安。我甲你三甲同在。顶一回伫7月初4，咱所讲的这意外旅程内底，牧师分享到，当这犹太人也是。即过去的人，因对即个水的看法是代表邪恶，伊的溃烂甲伊的自执的所在。类似即款的观念，其实是近即个东方，也是讲伫旧约的时代，即个文献内底记载嘛是真普遍。哦，咱看人生哪啥苦海啊吼，所以伫迄个民间宗教中苦海。诸行是啥物？哦，
有一个我的老师哦，讲苦海诸行是耶稣安尼啦吼。耶稣伫迄个海面了啊，伊伫海面嘛是安尼救苦救难安尼吼，毋是妈祖啦吼，是耶稣。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当咱拄着遐困难艰难的时阵，可能遐风影会要淹没咱，要伫遐来看着咱，也是讲要危害咱吼。所以伫迄中间，检在有当时我嘛要免咧吼，受洗啊，特别校方可能做保全的较忝啦吼，所以来遮会当安稳安尼嘛袂歹吼，总是有迄个心吼受洗了吼。还是会有一些的挑战，嘛有一寡这的挑战哦。所以毋是讲你洗了就一帆风顺，是因为我爱先甲咱讲吼，伫人生的过程中间，有上帝要透过这个过程来操练咱啥物，咱毋知吼。像过去咱看约伯，本来真顺遂，但突然有这的灾难来时，原来。咱知影是上帝甲魔鬼撒旦伫迄中间，讲无你遮试看觅啦吼，但是莫害伊性命。但是咱哪会知啦？咱毋知影哦。咱好亲像有当时亲像约伯共款，咱毋知影上帝甲魔鬼有啥物款的对话，是试探咱，也是因为咱家己软弱。所以伫迄中间，咱看彼得伊伫迄中间信心无够遐时阵，咱看见。伊看见这个风影的时，伊甲伊的目睭转移伫耶稣的以外的代志的时阵，咱看，因为伊看见遐就惊吓。兄弟姊妹有当时啊，咱拄啊信心开始真热心啊，总是拄着一寡这困难的时阵，递到咱安怎？递到咱信心实质好，亲像要沉落上款。咱的目睭。若有注视伫耶稣，不管你是伫迄顺境逆境，你就会开始伫遐想：主耶稣，你互凡事道道来，万事互相效力，叫听上帝安怎得到利益吼，叫爱神的得益处。你只要通去体会讲凡事是啥物，是无好的事，是讲遐一寡失志、失败、艰苦的代志来临、病痛来临的时阵吼，你要安怎伫遮来面对？你若无持守你的信心，可能会失落。伫顶礼拜有一个我所捌的姊妹，毋是咱教会姊妹吼，伊就来互我一个信息。阮所认捌一位朋友，伊讲牧师，你为伊祈祷吼，需要为伊祈祷。伊最近因为个人的因素离开这个基督的信仰。我看了，真正是有当时啊，咱要引出一个人真恶，但是一个人失志真紧，因为伊个人家己的因素，所以伫迄个中间，我甲回为祈祷，只有通为祈祷啦吼。所以伫这中间，要安怎伫遮替伊祝福祈祷。搁较侪人为着咱所认捌即个人，因拄着困难来祈祷，这是真要紧。若无就好亲像即个共款离开伫即上帝，真无彩啦吼。彼得互耶稣伫遮来责备讲，伫迄中间提起讲小心的人，毋通随便要求吼，你要落船行水面吼。有当时啊，咱伫迄中间。伫要求的时，祈祷时爱真注意啊吼。所以有一本册叫做《危险的祈祷》，你知影你咧祈祷啥物啊无吼？所以毋通凊彩黑白祈祷吼。总是上帝嘛，容允你去试吼。但是拄着迄个危机的时，你爱知影，你爱知影讲要安怎有即个话上帝话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上帝用人生的一寡只困难风影吼，成做伊行往你的一个路径吼。我搁讲一遍哦，当时上帝用人生的一寡只苦难风影，互伊行入伫你所行的路顶面。今日咱的前文姊妹吼，要信仰告别，昨伫小的问道理的时阵，其实伊嘛有小可分享。
伫生命的过程，伊过去是一个资济人哦，资济人，伊伫迄中间嘛，哇，个副委员等等遮真热心参与伫遮的事务的顶面吼。伫到伊拄着伊的查某囝出代志的时阵，伊艰苦心，伊要付出真侪遮的代价吼。伊开始思想伊的信仰，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要讲有机会请伊讲啦，希望伊写遮的见证吼。伫迄中间因为有朋友有亲人的介绍了，伊来信靠耶稣吼。伫迄个过程中间，心内郁卒忧郁吼，真侪遮个苦难艰苦无地透的时，只有耶稣会通帮助伊行过即个人生的风影，也互伊设立归主的名。虽然有遮个过程、遮个困难，但是伊愿靠耶稣，互伊呢，互伊有即款的气力，今仔通行到伫即个坎站。过来，伊嘛有带遮亲人几个来信主啦吼。所以即款的气力就讲主啊救我。当主啊救我的过程中间，互咱会通真做咱伫苦难中的帮助。所以耶稣当彼得讲主啊救我，你若拄着危险的时阵哦，你茫祈祷伤长啦，无时间你知无吼？一个真简单讲主啊救我。当你诚心对上帝恳求的时阵哦，主就伫你的身边吼。伫昨早起差不多9点咯，我伫下境的时阵哦，听外口哪有咧哭的声呢啦吼，就牧师娘在吼啦吼，我是吼甲遐大声是啥物代志？我注意听吼，是地府有传消息来讲，我的丈人出车祸啦吼，咱看即张图是伊并落迄个山坎，伊家己开车吼，佮载一个会友。伊85岁安尼吼，总是迄段路是真顺常，伊开山路要去到伫地远啦吼。我的舅是开伫后壁一台吼，载我的丈母吼。感谢主，伊是开我的舅即台，我咧想讲，若开伊过去迄台旧车吼，今仔毋知阁要变做安怎吼。你也看即台车死尾爱报废啦吼，爱报废，所以。但佫较过迄个山坎是佫较深吼，当然拄着消息，迄个时阵是我的丈人卡伫迄个车内，无法度爬出来。迄个会友是另外迄个可能较少年，家己爬出来安尼啦吼。所以伫迄个联络的中间，我就有一个感动，讲牧师娘就甲我讲，紧祈祷吼，哪讲哪好啦。所以你若看伊迄个目眶正正，你就免甲问啊吼，我已经甲恁讲了啊吼。因家己的老爸拄着即款的生命的危急的时阵，毋知要安怎吼，我就出来，然后带导啦吼。我对无共款，咱的群组里面更新吼，咱的中职，即个时阵其实你拄着困难的时阵，兄弟姊妹。赶紧伫遮，你若会通伫遮分享，然后请侪人为伊来代祷啦吼。当然后来消息讲救出来真是真清醒吼，有迄个意识真清楚吼。即摆已经转送伫迄个台中的营总啦吼，这大迄个母子啦吼有登去啦吼，因为即台车有安全气囊，所以。有保护，但是嘛是拍到这个刑坎，即嘛伫营总伫咧中间进一步伫检查，真正种内脏是毋是有受损因为是毋是有出血等等遮，所以也毋知后来讲无啦吼，所以也搁咧检查的中间，下晡可能阮全家会落台中甲看吼。即嘛我要讲就是讲，我毋知我的丈人迄个时阵伫病的中间，看这。办事是变几啊年安尼吼，伊毋知有法主啊救我呗。伊是一个退休的长老啦，但是我毋知影，当咱拄着困难，不管你是牧师、资深的中职，也是信徒，你会随时伫迄个危险的中间，主啊救我！感谢主啦吼，安尼搁即个年纪，目前阮拢真感谢吼，兄弟姊妹。有当时咱拄着即款的困难的时阵，你是毋是通伫遮伫困境中间喊叫讲主啊，你救我！
彼得安尼话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伸伊的圣手，伫遐来牵伊，伫遐扭掉伊，若无伊就沉落，沉死啊！兄弟姊妹，耶稣只有甲提醒一个小信的人啊，请事摇伊。这个经文伫甲咱讲，有当时咱拄着这个困境时，开始会想，开始会摇伊，正如我拄仔讲迄个，伊怎啊离开伫这个信仰啦？如果咱也无即款的思想反省心，常常自悔，可能咱会亲像这个离开，总是伫遐耶稣的话讲小信的人。伊上温柔，毋是种真歹，伊伫遐讲小信的人，请事摇伊，什么啊？无迄个信心，伫遐开始怀疑。咱来看这段圣经，做伙来读来，独独着用信来求，拢无摇疑，因为摇疑的人，比如亲像海涌互风拍来去倒，迄号人免拍算对主有通得到啥物。怀疑其实是阻挡咱对上帝、对耶稣会领受迄个恩典的脱界。所以耶稣就提醒，咱看彼得伊拄仔开始的信仰是安尼吼，起起落落，总是到尾伊家己经历圣神了后，伊无惊吓，伊真正勇敢徛伫公会，伊真正勇敢，虽然互人关、互人拍，但是伊犹原敢为着这个福音伫遐来传扬上帝的福音。所以兄姊妹，当你知影讲安尼喊求主啊救我，咱看咱的姊妹伫伊生命内底，因着经历主甲伊相甲同在，主甲伊相甲同在就迄个平安。当主耶稣来甲彼得救开了后，这学生拢领子因两个人上船，然后风就停。兄弟姊妹，你毋知影对即句话有啥物款的感受？因过去真侪这个拄着这个风影挑战的时阵，因伫遐一直过，一直过，无法度进前。但是因为耶稣上因的船，风就停，毋是一遍啊停。进前因经历耶稣用5块饼、2尾鱼饲5000人。我想这个生涯拢看在因的眼内，总是真正即回是因家己。像我拄仔在讲这，家己拄着，家己去经历时，你可能会搁较深刻来感受。总是因毋通安尼就停止伫这个所在。后礼拜咱会继续后壁的经文，就讲当主伫你船顶了后，当因到伫迄个靠岸了后时，要创啥物？你会通做啥物？咱毋是干那家己经历。你犹原会通正做是一个福音的一个管道。咱来看这段的影片。我在2013年，差不多3月份左右的时候，就结束了一段5年多的感情。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其实心里就很难过，然后就很闷那样，但是我没有发泄出来，以至于说，我想说，我借由刚好有一个老板，然后很喜欢我，就找我去工作，然后我就想说，好，就衔接，让自己不间断的做事情，可能会忘记掉这样感情的一个难过，但是好像事情没有我想象的这样，反倒是其实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自己在房间里躲在里面，然后好像就开始会胡思乱想啊，然后一直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跑出来。那时候他们是强压我去神明面前，然后喝符水是用强压的，然后我母亲她的朋友都会觉得我卡到脏东西，他们都会打我，然后我都会跑到陌生人的家里面去躲在他们别人家的桌子以下都不出来。其实这些过程越来越严重，我妈就觉得不对劲了，这连庙宇都没办法解决，那势必就是把我送去医院了。医生诊断出来就是有一些忧郁、躁郁的情形，所以我要服用药物的。所以回来之后，
可能医生下的药给我的药太重，导致我回来的时候我有一度瘫痪是不能动的。那我在医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我母亲在打理我了，因为我连我自己打理自己刷牙什么都没有办法，都是我母亲帮我打理的。感谢我小组长，那时候他们都一直陪伴着我。其实那时候我连赞美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是他电话带我一句一句念，我才念得出来。那我每天也读圣经，我甚至读经的时候还会把里面的话语边读边流泪，你知道吗？所以我才可以康复得这么快，因为一路上其实都很紧抓着神不放。看到的一些人还是有犹豫的情形，我只要看到这样的小朋友或者是家人们，我都会非常非常的心疼。所以因此我觉得我要来做见证也是因为这样，我希望可以透过我这样的生命来祝福到他们。希望主可以扩张我各个的生命，不管是我属灵的生命也好，我也希望可以透过我，然后来祝福到更多的人。当你经历迄个生命的丰盛，唔通停止伫迄个所在。这个姊妹也是真侪人，因经历了，因真做迄个福音的一个管道，伊通真做祝福人的一个模样。感谢主，当你邀请耶稣甲你相甲同在的时阵，伫你人生的苦难，主讲要应允，讲来啊，你来。囡仔着我担当大咱做伙读来，恁囡仔着我担当大个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顺，恁陪我的担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对这个见证，互咱看见主的同在，帮助你。会通经过这个人生的困境，互你会通踏出信心的脚步。今日踏出信心的脚步，正义到伫教会，咱嘛要踏出这个教会门，正义到伫咱的朋友亲情中间，成做因福气的管道。愿主来帮助咱，互咱明白耶稣的心意，会通踏出信心的脚步。耶稣随时伫你的四周围。在等待你，在保护你，讲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伊会帮助你到伫迄个对岸，帮助你行入人的中间。愿主来说咱，咱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伊是白白予人的上帝，恩典的上帝。咱作为起立，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种做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伊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伊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伊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兄弟，请坐。只要你相信，上帝的恩典就要予你得到。咱这个时阵要来举行洗礼，
咱来吟圣诗354首，第1节、第2节，请咱坐咧吟。伫吟的中间，请浩峰来到头前。出世，就像魔鬼离体之意，叫天的大小小显化，我靠家己微微多多，成白上帝一大恩惠，顶选人人做伊家类，圣家体咱。台语可以吗？台语可以吗？因为伊听较无，所以我滚动式调整啊。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兄弟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所招来的。”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今天浩峰，我要对你说，你必须深信，你若真实悔改，告白你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点要成为你罪得赦免的记号及印证，又要表明从圣灵来得重生，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如今你要受洗，你要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回答我所要问的，来告白你的信仰。所以请你注意来听。你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作为你的保惠师吗？你相不相信？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相信吗？你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愿不愿意？来这边，跪，对。张浩峰，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的名，让你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也让你领受属天的智慧跟聪明。圣灵帮助你成为你所接触人的祝福管道，要很多人因你得福。你要在灵命上成长，活出真理的样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回到那边。愿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全然成圣，又愿你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来受洗。我奉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迦南小会的权柄接纳你，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同心祷告。主，你伫逐世代、逐所在呼召人来跟对你，你要互浩峰有机会透过伊妈妈信仰的影响，透过兄姐伫伊老母安息主怀的过程中间的关怀与感动，互伊通领受即款的信仰，继续行伫稳定的道路。愿主你来施恩祝福伊头前的道路，到老拢无骗你。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安尼向后转，请小会员伫遮来接纳。咱要来请伊属灵伙伴同伴来面前小组参加的访问一组面对。好，咱继续为祈祷咱拍鼓来，go 来。教会嘛有送伊 ，OK， 好，来请回座。咱来吟圣诗354首第30到第4节，咱要来举行信仰告别伫这中间，请静文姊妹来到头前。三位一体那咱的约，所以想起叫咱做相，使咱心生情活坚定，走到天堂万福丰盛。上帝免有谁的卡面，了面顶世间果然是，面的心心顺利活动，常常照耀行主的路。台语可以了阮这个帮咱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弟兄们姊妹，你已经受洗礼，伫堂教派来洗礼，当要举行你的信仰告别，委身伫迦南大家庭，通接纳有份伫这个家庭，享受上帝的恩典。主所听的弟兄们姊妹，你已经伫堂教派洗礼，结连伫主耶稣基督，当上帝互你伫信心的顶面经历伊的恩典，也你要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成立进前你所立的约，通归属伫伊，献家己互伊，也定心誓约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里的爸的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你，着告别你的信仰，伫上帝甲众人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所以请你注意来听，来大声应答。
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有啊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赦免啊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真爱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你已经伫他教派受洗，这是你家己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嘉南小会的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掌管万项有，你赏赐阮生命，你也引带阮行伫恩典的道路、义的道路，互阮因为信心来倚靠你，会通伫人生的风影中间，主神看伫耶稣，你的平安临到伫张静文姊妹，坚固伊的信仰，伊会通引带侪侪人来归向你。感谢主，束去伊手所做行通顺利，拄去伊心内忧伤，会通伫遮，因为主你的平安甲三同在，所以伊看见会通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的恩典，也成做你恩典的出口。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那请向后转，那请小会员伫遮来接纳，恭喜。请浩峰啦吼，浩峰甲郑文杰伫结束礼拜吼，来遮甲小会员牧者团队来翕相哈照相吼。来咱感谢主吼，安尼哇小组阁有准备即个欢迎啦吼，伫迄个免即个小组啦吼，咱来来请区长来吼。送花吼，哦，这小组真用心啦吼。OK， 我当背景。好。这拢是伊的家人啦吼，咱拍破去一边甲伊撮，还佫有教会前上这台语的圣经哦吼。好，请回座吼，咱感谢主吼。我想上帝也要使用伊吼，真做传福音真好的工人吼。咱来吟圣诗356首第1节、第4节。咱准备来领受圣餐，甲主同坐道。你
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于伊的教会陪餐者，咱会通做伙来领受主的圣餐，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请来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敬畏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今仔着无担重担的就问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福气，甲咱三甲同在。所听兄弟姊妹，请咱做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亲像当日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寿来擘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旁边讲，即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特别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搁我伫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来祝谢，咱也照伊的款式，咱来学习来祈祷，咱做来祈祷，同心祷告。主，你拍破你的石盘身，互阮秘伫你的内面。伫即个不安的世代，你是平安的所在；伫即个困难的中间，你是阮闪避避难的冠带。互阮会通透过即个圣餐，搁一遍来省察阮的所行、所做、所讲，会通荣耀上帝，互人得到利益。求你透过即个杯甲饼来勇壮阮的信心，会通继续行主你所为着阮备办稳定的道路。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会通将你手中的即个饼咱伫咱的座位头前你会通先甲第一顶甲裂开，有迄个饼甲刻开第二顶甲裂开，咱来让杯。毋知咱中间所有拢有摕到这个杯甲饼无？这个是基督的身躯，是为着咱拍破的；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做伙来领受。恁特别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国外开纳要甲咱三甲同在，直到主过来。咱啉了后，念伊请咱甲即个杯摕到伫外口来等愿主的平安，愿主的保护，愿主的开纳，甲咱三甲同在。咱搁一遍来起立，咱用这首诗歌，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互人，咱做伙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做日子，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
会清做伊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着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做伊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着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做伊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着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当心来祈祷，领受上帝祝福。主啊，我若嘴承认，我若心相信，就会得到主你的祝福。因为你的恩典是白白予人，因为你的恩典是予信的人会通领受。感谢主，予孝丰，伊伫上帝正人的面前来承认你是的主，你是的救主。然后姊妹姊妹会通委身伫这个家庭。愿主来祝福，祝福阮兄弟姊妹伫这个黑暗的世代、惊吓的世代，有主的平安。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赢过黑暗关系、官兵，充满恁，互恁靠着主所加添的快乐，凡事拢会。天父上帝用你永无改变的主爱，亲像盾牌，围绕阮、保护阮，面对这个人生的风影，永远有平安。愿主圣神用你的真理来养壮阮的信心，互阮通踏出信心的脚步，经历你恩典的同在。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啊，这请坐。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做伊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着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做伊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着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啊，这咱的礼拜就到这，愿上帝甲咱三同在啊，所有伫线上的兄弟，愿你平安。